子虎符被夺，军中流言动荡。这个时候，你只需要盗得太子金印，便可以乘胜追击，让他再也翻身不得。二皇子，二殿下的意思是，可借金印假传太子令，扰乱军心，逼宫作乱。你是聪明的。杜宾，我在。殿下，已经被偷了。昨晚不是？一定是阿月干的，他总是这样，万事都不与我商量。太子妃会不会又被随行谷威胁了？方向中，追。是。报明殿下，宫中急召。何事？陛下突发急症，晕倒了。殿下，这……我先进宫，你去找阿月。是。面具就不必戴了吧，鬼亲。你藏得那么深，
那郡主与碎星谷毫无关系，与我无关，说正事吧。金印在你手里。哎，你也不想在这打起来，惊动别院的侍卫和那位郡主吧？说说你的条件。明日有时，独月山地宫，我要谷主亲自来拿。果然有鬼！有人！闪念词。带走。郡主并无大碍，只是惊吓过度，稍感风寒，休息几日，吃上几副药就好了。有劳。估计的，你又是入宫，是四皇子的贴身侍卫，在猎场被人当靶子玩耍，险些丧命，是郡主救了你。没想到，碎星谷的事扎得这么深。太子妃也是你们的人，对吗？你说，郡主如果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知道她最信任的侍卫长竟是碎星谷安排在她身边的刺客，她会作何反应？心有软肋，让人肆意拿捏，你在装什么？我现在给你个机会，不如跟我做笔交易。放心吧，殿下会差人送郡主安全回府。若我为太子妃盗来解药，太子真的肯为我保守秘密？那是自然。殿下向来一诺千金。你就放心吧，香虫一夜都停在主殿门口，太子妃肯定在里面睡觉呢，她心里还是有您的。阿月，阿月，不好，走！太子哥哥，我早就知道什么的身份，你不要为难他。太子哥哥。想要这金印，就进来吧。杀了你，本座也能取到金印。那我可就不保证这金印是否完整了。叶简，为了太子，你可以舍弃性命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我这条命
本来也只是你们的工具罢了。现在，他只为值得之人抛尸。好，我给你解药，救你一命，你把金印交给本座，如何？不必多说，今日我来，就是要与你们共葬于此。好一个重情重义！这个物件儿，你可认得？这是阿童的，怎么会在你这里？你多年苦寻的弟弟，我一直帮你教养着呢。什么？到底是谁？你看清再说。